今次跟金淘天下頭一位199，第二位99蚊，去中山2日遊，有文化旅遊局津貼，約埋一班老友記一齊上去開飯聚會，一來也。深圳灣10點鐘等候坐車上中山，而家起程啦。去中山途中食一個豐富下午飯，有魚有肉，10餸1湯白飯任裝，有魚有石岐乳鴿，豆腐非常之軟滑，炸蝦配薯條你試過未？廣東餸菜一定有一款你喜歡的。滿一台餸菜，大家食得滿足，開參觀一個燈飾批發市場，雨啱落大雨。星光聯盟非常之大，10多層高，遊覽中山星光燈飾批發市場，光影世界的震撼體驗。踏入中山星光燈飾批發市場，一股難以言喻的震撼感撲面而來。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市場，更像是一個由無數光點匯聚而成的浩瀚宇宙。每一盞燈都閃爍住獨特的光芒，共同編織出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光影畫卷。市場的規模之大，超乎想象。一眼望去，各式各樣的燈飾店鋪鱗次櫛比，從宏偉的展廳到精緻的專賣店，應有盡有。這裡匯聚了全球最前沿的燈飾設計與製造工藝，無論是追求奢華的水晶吊燈、簡約時尚的現代燈具，還是充滿科技感的智能照明系統，都能在這裡找到其身影。每一家店鋪都像是一個獨立的光影藝術空間，展示住其獨特的風格與創意。漫步其中，我被琳琅滿目的燈飾深深吸引，有的燈具設計精巧，頂層有酒樓、餐廳、茶館供選擇。下午1點幾鐘，通道沒有行人，可能是新商場的關係，石工批發。參觀完燈飾市場，去參觀其他景點。中山雙尾橋，歷史的見證與建築的詩篇。中山雙尾橋，這座橫跨於旗杆之上的古老橋樑，不僅是中山市區重要的交通樞紐，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教科書，以及一座充滿韻味的建築藝術品。每一次從橋上走過，都能感受到它所承載的厚重歷史與獨特的建築美學。歷史的沉澱與變遷，雙尾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，最初名為永濟橋，後因其兩側各有一座精美的牌坊，分別紀念兩位征戰烈婦，故改名為雙尾橋。這段歷史背景為橋樑增添了一份人文的厚度與傳奇色彩。它見證了中山舊稱香山，從一個小漁村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城市的歷程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，雙尾橋都扮演住關鍵角色。它曾是連接石岐河南北兩岸的唯一通道，承載住商賈往來、居民出行的重。小欖博物館歷史簡述：小欖博物館位於廣東省中山市小欖鎮，是一座集收藏、研究、展示、教育於一體的綜合性地方博物館，保護和展示小欖豐富的歷史文物和民族文化，弘揚地方特色。小欖鎮政府於上世紀末開始籌劃建立一座現代化的博物館，經過多方論證和精心籌備，小欖博物館於2000年正式動工興建。博物館的選址頗具匠心，位於小欖鎮中心區域，交通便利，周邊環境優美，為遊客和市民提供了良好的參觀體驗。在籌建過程中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，許多熱心人士和收。參觀完博物館，去三溪村，昔日國午飯及參觀。
中山三溪村歷史追尋始建於唐代，因堰溪、南溪、北區交匯而得名。村落自古民風鼎盛，商貿繁，以宋代潘氏家族四世五宗成聞名。附近好多建築物都改變成好多餐館，值得入內品嚐及欣賞庭院景色。欣賞期間聽返首歌。高山薮里天空相依，静静守望岁月的变迁，苍劲的岩石讲述古老的故事，风吹过山巅，带来遥远的歌谣。那片云彩有人飘过心头，在这里找到新的平静与自由。山高水长无尽的旅途，心随风扬游走天涯路，在这壮丽中找到自己，山与海的怀抱，永远守候着你。山高水长无尽的旅途，心随风扬游走天涯路，在这壮丽中找到自己，山与海的怀抱，永远守候着你。參觀附近村落，去烏魯伯私房菜食一個午餐。女法官犀利啊！不過我今日唔係審判咯，係啦發佈會嘅策劃師係啦靚女識講站你過嚟牙齒先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嘅話咧，我哋只要有人嚟嘅地方，嗰個地方就有收入啦。你哋今日唔嚟啦，咁嗰啲錢去到邊度咧？嗰啲錢咧就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啦餸菜做得精美好食，唔好誤會呢啲唔係扣肉係豆腐。每人有一隻芒果焗鮑魚，非常美味。烏魯伯名不虛傳餸菜，做得精美好味。下一位同樣都係唔係女仔，哇，好似朱咪咪喎真係。好啦，咁啊我哋咧下一個啦。
上翻架先。咁啊，我哋沿路行翻轉。於9點半在酒店會議廳聽一個旅遊發佈會，介紹山西旅遊。山西省位於中國華北地區，山區面。我哋今次係12個，係啦，嗱，仲未計嗰啲唔入 A 嚟嘅，咁樣就唔叫回頭路，明唔明白？你一定要往翻個方向先翻到香港嘅，你唔往個方向去。如果你有全年嘅旅遊險，就唔需要再買；如果冇嘅話咧，喺聽完發佈會坐車去中山食一個餐。燒鵝皮脆多汁。再去參觀咀香丸餅家試食及參觀。2日行程圓滿結束，坐車返深圳版，天氣實在太熱了。深圳去中山2日遊圓滿結束，標記你觀看，圓滿結束，歡迎你觀看，歡迎免費，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